罗里社区结合旗山无极九玄宫天灵道院。关进明星物资，要来共同做爱心。27日这天，罗里社区理事长蔡登进，甲陆战队分家兰联名代表，社区职工共同将这批明星物资分送给辖区内独居长辈手中。社会局长陈英基嘛特别来到现场关心，并致敬感谢状。鹿儿社区的蔡登进理事长他每年都是这样子的用心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尤其我们在这个鹿儿社区里面，在中石化这个区域里面，很多的这些独居的老人需要去协助每年都这样子的这种去募一些物资来提供给这些独老。事实上，我们社会这一个层面的部分，在一个关怀的角度上来讲，非常非常感谢鹿儿社区。我们一直社会局这边一直跟这个鹿儿社区一并保持一些联系。那我们现在在独老的部分，我们也推了一个睦邻志工，就是说在这个远亲不留近邻的概念呢，在这个65岁这个独老的部分，我们呢透过这个志工呢，就近的志工来做一个关怀协助，然后做一个媒合，然后这样的话就有平常时间有多一个联系，对独老的一个互动，对独老的一个关心跟照顾呢，就加一个层面。也因为有侪单位帮忙募集，才有这组的物资捐赠。理事长蔡登进表示，今仔日的物资的发放，咱来感谢旗山九贤宫的左师姐，伊来教父今仔这物资。这物资呢是由咱海军陆战队文卡人联名谢孟辉大厨师来引荐的。咱今仔看了今仔日寒冷的天气之下，咱赶紧把这物资来转送。互咱遮独居的老人，甲要送互宪光国小的中低收入户，甲三股国小的中低收入户的小朋友，来做伙过这个新年。除了关怀社区长辈，罗里社区伫26号也先将这批爱心物资送到三股以及宪光2间国小学校的60学生厝内，希望互因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鼓励因爱用心读册，将来有能力时会当回馈社会。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